继续要来看是这个艺人徐玉轩，去年底宣布离婚，今年初做健康检查，就验出到这个暗龟腺生癌。伊讲第一时间接到消息，伊真惊讲，为什么是我呢？加在提早来发现，隔天就安排开刀，开刀了后休困复健3个月。徐玉轩今仔日伫 IG 讲，伊即卖真好，伊讲伊无遐尼简单，就互拍败。 记得自己，大声告诉自己，要做个不败的恋人。这条不败的恋情，和徐玉轩请假了未了。伫个戏剧甲电影嘛有精彩表现。洪清祖曾宏伟天后伊，即卖传出年初健康检查时，发现伊得到暗龟腺癌。今年6月，徐玉轩世界体国片宣传，完全看不出当时有破病。伊讲年初知影消息的时阵，心情难免会受到影响。不过当去整理心情了后，遂勇敢面对。手术后，规个脑后拢白白。医生也建议讲，2-3个月内拢无适合表演。空喙合理了后，因为肌内群的位置改变，伊嘛重新练发声。是讲徐玉轩去年底才宣布和新加坡富商李云峰离言，结束伊9年婚姻，犹搁咧疗伤。如今健康也出状况，何必将真唔甘？徐玉轩嘛伫社群平台发声，强调家己即卖过了真好，无遐尼简单互拍败。就算路无平，嘛爱好好过生活，无要留遗憾。早期能够发现是甲状腺不正常的病变，微小的部分也有做积极处理的话，开刀是一个好的选择。开刀的复原也蛮快的。加在发现了早，治疗的成功率真高。其实早到伫2020年，徐玉轩都捌因为伤过无型，添加入院。即摆佫得到癌症，每种拢真唔甘，敢若希望伊会当好好休困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